歡迎大家翻到嚟馬仔講馬頻道。咁嚟到聽日3月26號嘅沙田全泥宴，夜晚9場全部都係泥地。咁咧，好似而家熒幕顯示咁啦。咁我哋今日會拆解第一場。咁我哋睇下第一場1,800米5班嘅賽事。咁今場咧見到係大混亂啊，有出成14隻馬。但係咧，我會偏好於一啲有成績落班跑得好嘅馬。咁所以我會偏向啲大 number 多啲嘅今鋪，咁我哋逐隻逐隻嚟睇。咁首先啦，今場第一隻1號金獅聖將布文騎啊。咁布文禮拜日臨尾嗰場簡直係不知所措，唔知馬會唔會俾咩懲戒佢，但係嗰場真係不知所措，真係呢啲行為真係其實唔應該出現。佢係咯，呢啲行為拉馬拉到咁，仲話就係隻馬嘅問題。係隻馬有病，咁所以係唔應該出現，所以佢真係不知所措禮拜日。但係聽日嘅第一場金獅聖將，我哋可以留意一下，佢係我嘅今場嘅 win pay 推介嚟嘅。金獅聖將點解咧？我哋睇下先。首先佢咧係由布文親自去快操，布文親自快操，然後副練自己都有去踱步啊，都操得好足嘅。布文佢咧係佢自己係跳咗2課，3月24同3月18。咁除此之外，我哋可以睇下佢上兩場戰績咯。金獅聖將上兩場第7、第8、第6名、8、2、4名，全部跑4班，未落過5班。佢今季就係等緊一直減分、減分，減到而家落5班泥地出擊。所以今場布文呢隻1號金獅聖將絕對有機會打開佢嘅處女馬勝利之門。咁排個6檔啦，都唔差啦，檔位孭重磅，相信對隻馬冇問題噶啦。佢降班落嚟孭重磅都可以照贏。2號大利好運係應該係今場嘅大熱嚟嘅。2號呢隻大利好運，咁呢隻馬就冇咩睇頭啦。上次由巴度去騎個第4翻嚟，跟住上場咧就孭116磅嘅，呢隻都係一個降班馬啦。但係見佢操練啦，嗰度都冇咩落咩特別嘅心機啦，淨係純粹降班。咁我諗呢隻馬今場都有待改善，可以再等一等佢先，唔使諗呢隻住。3號黃志雲沃達寶區排個二檔，排個靚檔嘅沃達寶區今場，但係操練都係操練，冇落咩心機，冇乜點操練，唞咗14日，淨係唞咗14日再出。上場跑個第10，跟住跑12、12、11，呢隻馬放低先，未有成績交代到住。4號精明選擇霍雲星騎，呢個係我第2選嚟嘅。首先霍雲星呢個騎師好正氣啊，騎得好好啊。睇下佢嘅神操。4號精明選擇，由副練自己上去神操啦，踱步都係副練自己去踱。呢隻馬係操練係好足噶，加上從化歸來，再睇埋佢嘅試習，試習試得非常之好。呢隻馬，我睇下3月20號佢試嘅嗰課習，精明選擇佢試嘅嗰課咧係第4組嘅，我哋睇下佢跑成點咯喎，喺4檔嘅位置啊。好啦，係起步嘅時候點樣啦，大應聲家都彈出㗎？停排咁約出㗎噃。咁啊，前邊呢幾隻馬都爭持緊嘅，見到外邊灰馬就快腳啲啦，精明選擇暫時就見到精明領先咗。選擇係好咁啊，肯原欄呢，去㗎，白係咁去，一就猛咁直去。推騎嘅，齊歡聚樂上咗嚟啦。外邊呢，就灰灰地色我睇衫啦，臨尾啦，臨尾直路尾呢都係有啲人馬繼續拉住角力㗎。隻馬，外邊就繼續俾佢焦點啦，自己走。最後400咁啊，一對一對咁入嚟啦。長風小子就中檔，入邊就精明選擇，埋邊呢猛咁推騎就齊歡聚樂，外邊黃金劍紋就唔多啦。旋風飛揚就中檔過咗佢，再出邊睇後面，越走越順啊！呢度越走越順，第一名衝嘅過終點，巴尾呢贏就黃金咗呢課閘。劍紋啦。所以可以見到精明選擇咧狀態係非常之好㗎，加上我哋
睇埋佢上場嘅表現。上場潘頓騎個第二翻嚟，孭134磅，今場都係孭134磅。上場8檔，今場7檔，仲靚咗添，各位。潘明輝騎，唔係講錯，霍文星騎完全唔需要擔心。第二選精明選擇之後，美麗多贏，咁美麗多贏抽過11檔，又唞得11日又跑啦，跟住所以放低佢先啦。黃金劍文係我第三選，係一個冷門嘅選擇嚟嘅。我見到啦，佢咧係由麥當能騎啦，今場咁佢操練好足啦，練得睇佢操練先。6號黃金劍文操練得好足噶，有試習快跳麥當能騎，跟住踱步做得足，加上之前孭135磅孭重磅，之前135磅孭重磅，跑得後唔緊要，今場孭翻個132磅，最重要係咩啊？唞咗137日，唞咗成半年噶啦，加上1檔，今場黃金劍文，我嘅第三選。睇埋之後啦，之後啲7至14嗰啲馬咧，都係啲偏向於低分馬啦，低分馬咁加上睇下得15分，喜悅一生15分，滿咗如果28分，星雲浩騰29分呢啲，所以就放低佢先。咁今場我哋都係偏向於啲大 number 嘅馬。咁重複一次，今場我嘅推介1號 WinPay 金絲聖將，然之後可以買連贏及位置 Q 或者二重彩用1號做膽去拖4號同埋6號。咁呢個就係我今場嘅推介，我仲會出下集。咁呢個係上集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嘅話就訂閱、收藏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俾大家唔同嘅朋友一齊喺留言區度討論馬，討論下賽馬。係，咁我哋下集再見。